欢喜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一个小弟弟7岁，体重到44公斤重，佮有脂肪肝，也就是肝包油，讲真严重哦，严重到规个肝拢互油包到无看影。真侪家长拢想讲，囡仔细汉的时阵，都爱甲饲好肥肥胖胖，安尼到青春期要当大人才较会量悬。其实这拢错误咯。医生讲，囡仔细汉伤肥，颠倒生较袂悬。 啉饮料、食四手啊，囡仔食了真欢喜。要不若无准则一个大人都爱烦恼啊。高雄一个7岁查甫囡仔，身高136公分，体重44公斤 ，BMI 数值到24，比同年岁囡仔21.2超过真济。个人一个检查，国小2年啊，就有脂肪肝。哦，脂肪肝就是整个肝脏非常的白。囡仔受大苦，家长唔通当作讲是营养好，未来会使继续抽悬，就会变瘦。等青春期一个到问题就来啊。 正常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发育，比如说男生可能到这个国小高年级、国中、高中，一直发育到搞不好到了高中都还会长，但是对于肥胖来讲，他可能整个都提前，他的。 每加一个单位的 BMI， 查甫的每一年会比其他人减大0.88公分，查某会减大0.51公分。到18岁时，较大个囡仔身高可能会比人较矮。朋友在成长发育的过程里面，他已经超出他的理想体重。成年之后，他要维持比较好的一个体重的一个管理，其实是比一个成人之后的肥胖更困难。 较早人拢讲细汉的时大箍，毋是大箍，不过伊即摆标准，细汉时若大箍，大汉了嘛可能较到大箍。家长都要注意，控制囡仔的食食，照顾达到，只要健康，莫大箍。